再来看这个嘉义太保的高铁站呢，这是地方主要的出入口。华泰大饭店集团是按算要开50亿，伫迄搭来起一个大型的商场。也毋过，其实这附近的土地呢，是准备要来起这供电场。太保市是有千外人联署来反对，希望停止设置，莫互商业区歹发展。伫嘉义高铁站边大约200公尺的所在，华泰大饭店集团要伫遮大约50万平方公尺的基地起购物中心。第一期的工程正式动工，按算伫2028年第4季完工开幕，要来推动嘉义高铁站周边的地区经济。这对嘉义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。那再来是这个地方Outlet 投资了以后那旁边还有很多商业用地。那我希望透过华泰平城的投资可以带动周遭所有地方的商业发展。嘉义高铁站的边未来出现大型购物中心，不过伫另外一边，却是互当地民众真反对建设。台电公司暗算伫嘉义高铁地震区规划商业区来设定地面的供电设施，而且合约是20档，这引起太保市民千外人联署反对，要来向县政府申请。咱的高铁地震区，你的台糖用地是在商业区，所以讲你光电，如果你设置的太阳能板设置20年，一定是绑约20年，规个商业区的发展都拢框架住了。太保市公所表示，毋是要反对供电，只是嘉义高铁地震区是太保市未来上重要的发展区域，供电厂的建设破坏土地的发展价值。希望县政府会当考虑太保市民的心声，停止台电的计划。台电公司嘛表示，会参考地方的意见，继续沟通。若厂商无法度甲地方有共识，会互厂商来停止契约，另外各找所在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